歡迎嚟到港馬研究室，我係阿 Sam。係開始2月14號沙田賽事預測之前，我要多謝上個比賽日請飲咖啡嘅網友，多謝，我會繼續努力。記得訂閱頻道。照例先講一講頻道聲明先。由今個比賽日開始，我除咗會計算1到4名外呢，而家開始試計一隻潛伏冷門俾大家。我哋而家開始。第一場4班1200米，第一名4號烈焰光芒，潘頓近10次賽事狂掃56分，手風極順，此區上仗已跑入第3，今仗結合最強騎師同最強檔位，係系統計算出嘅必然路徑馬，只要出閘不慢，貼欄領放或守喺領放馬身後，直路一爆即透。第2名6號過關勇士。班德禮雖然近績分數不及潘頓，但係沈集成嘅馬在低班往往有出擊保證，系統判定佢同烈焰光芒構成最穩嘅 Q 組合。第3名5號瑞木5檔起步，可進可退。上仗第3名證明級數喺4班有競爭力。希斯近期攻勢穩定，係防守鐵膽。第4名1號馬達，系統對其勝率進行咗負25%嘅外檔扣減，佢需要極大嘅體力消耗先至能克服外檔，故只列作配腳防守。潛伏冷門12號盛世威風，雖然近績一般，但係轉配備或狀態調整之後，結合3檔同艾少禮近期有42分嘅高分紀錄嘅硬攻，極有可能喺內欄偷襲入位，賠率極佳。第2場第4班1400米，第1名7號精算激流，數據顯示4檔此路程勝率高達13%，入 Q 率24%。蔡約翰配田泰安，典型嘅實力馬回氣再搏組合，雖然近2仗名次稍後，但翻到有利檔位，加上蔡醒馬喺季中狀態往往大幅提升，系統判定其為本場物理優勢最大嘅馬匹。第2名4號互力拍檔。雖然8檔稍偏中外，但此區近績極度穩定，一冠2季，係標準嘅級數馬，可則要擅長跑呢類後勁馬，只要早段不被頂喺3搭，直路憑級數足以殺入 Q 腳。第3名6號光年情長，遺憾抽得9檔，喺C+3跑道需要消耗額外體力克服彎道，系統對其勝率進行咗負15%嘅外檔扣減，故從首選降級至第3名防守，但仍具備入圍實力。第4名3號紫荊歡呼，布文壓陣，加上6檔可進可退。希斯近期攻勢凌厲，此區近仗走勢接近，係穩健嘅4重彩配腳。潛伏冷門9號我最好一檔喺 C+3跑道係絕對優勢，雖然近績9錄不起眼，但係貼欄省位跑法極適合偷襲。若前段步速偏快，佢喺內欄慳位，隨時能殺入一直冷腳，賠率極具博彩價值。第3場第3班1200米，第1名6號超寫意，預計出閘之後能守喺第3到4位，直路避開內欄擠塞，從中檔透出，系統判定其為本場最穩健嘅馬膽。第2名11號自力更生，減磅後僅負117磅，比同場對手輕10到18磅，上仗已喺同程跑入第3，顯示狀態復甦。喺今仗貼欄省位，若前段步速有變，佢喺直路只需沿欄推進，極有機會偷襲得手。呢個係系統挖掘出嘅最佳冷門 Q 腳。第3名5號哈羅威，7檔稍嫌尷尬，若未能及時切入2搭，可能被逼走3搭，系統因此將其勝率略微下調，列為防守型配腳。第4名2號赤海，雖然由潘頓執狂，且係黎招星嘅新星，但11檔喺 C+3跑道係物理死角，除非佢具備超級前速單騎領放，否則必須克服外碟轉彎嘅離心力損耗。系統建議只作配腳，甚至可考慮喺4重彩中捨棄。潛伏冷門9號粵進齊歡，喺 C+3跑道1200米，4檔係物理上最完美嘅起步點之一，但模型運算顯示其目前嘅評分61分，正處於尷尬嘅插水期。第4場第4班1800米，第1名1號大千紅心，方家柏起用黃志宏減5磅，實際負磅僅130磅，對於一匹58分嘅馬嚟講係巨大嘅物理優勢，預計能守喺第2到3位。直路一程
憑輕磅優勢率先突圍。第二名4號小飛俠，二檔起步，好大機會沿欄節省腳程。雖然上仗表現平平，但回師較長路程配合內欄，防守性極高，系統判定佢與1號係本場最穩嘅內欄 Q 組合。第三名13號步軸高手，負磅極輕120磅。若潘頓能喺早段搶佔好位，或者利用步速變奏，末段衝刺力不可小覷，無形將其列為必須防守嘅熱門。第四名10號龍船快，何澤堯策騎，加上5檔喺私家3跑道亦都係好位。此區喺同程曾有佳績1分47秒91，足以喺此班次爭入1席位置。潛伏冷門5號愛心波，4檔提供咗極佳嘅遮擋條件。若賽事中段步速偏快，係本場最佳嘅冷門。第5場第3班1650米，第一名3號時時精準，預計出閘後能輕鬆守喺 box seat， 全程享受前領馬破風，且避開大部分踢起嘅泥頭。第二名1號智勝神駒，評分81，分為全場最高。雖然近績13，9平平，但本場轉戰泥地並擁有1檔。喺泥地賽事中，1檔馬往往能透過沿欄節省10到15米嘅腳程嚟彌補狀態不足。第三名6號風火輪，希斯嘅側身馬，上仗初出跑第5，今仗抽得3檔，與1號2號形成完美嘅內欄鐵三角。泥地賽事往往有利於呢一類體力充沛且冇太多賽績包袱嘅馬匹，若進步幅度大，隨時能威脅大熱門。第四名4號我做到，5檔尚算可守，2仗前曾喺泥地贏馬，證明路程適勝無疑。潘明輝熟知此區性能，係4重彩嘅穩健配腳。潛伏冷門8號滿心星，6檔起步，若能切入2搭中間位置，利用輕磅優勢喺末段泥地均速推進，極有機會喺對手力弱時殺入1席冷腳。第6場第4班1650米，第一名3號考眼光，近績顯示2連勝，狀態如日中天。出閘後貼欄領放或者守喺 box seat， 沿途零蝕位。喺泥地賽呢個意味住佢比外檔對手少跑咗至少10到15米，無形判定其為今日最穩健嘅雙重優勢馬。第二名11號午夜快車，上仗跑第2，證明喺4班具備競爭力，負磅僅120磅，比3號馬輕咗11磅。呢個喺直路衝刺時候係巨大嘅物理優勢，系統鎖定佢為 Q 嘅最佳配腳。第3名7號加州星馳，5檔可攻可守，雖然近績358未必突出，但潘頓嘅走位能夠將5檔嘅價值最大化。若3號失準，佢係最有機會補位嘅熱門。第4名14號領創動力，8檔稍嫌尷尬，需要祈求早段切入順利。潛伏冷門2號天威，雖然近績一塌糊塗，似係陪跑分子，但2檔喺泥地係復活位。布文騎呢類懶馬往往能起死回生，若臨場有賠率支持如10倍以上，絕對值得一搏單 Q 或者拖腳，因其物理條件實在太優越。第7場第2班1200米，第一名10號得到猴王，預計出閘之後能夠輕鬆守喺領放馬身後，沿途零封咗零蝕位，直路內欄一開，憑藉輕磅爆發力，極大機會偷襲得手。呢個係典型嘅以輕制重、以內制外策略。第二名2號氣勢，雖然路徑不如10號完美，但係其引擎馬力最強，無形視其為連贏 Q 嘅不二之選，即1檔輕磅馬同10檔頂級馬嘅 Q 組合。第3號7號表之星河，潘頓壓陣，文家良馬房，近績極度準成，系統給予其極高嘅騎師，修正權重加5%，列為穩健配腳。第4號3號笑傲江湖，雖然上仗第12名可能受阻，但評分100分，仍需負130磅，喺衝刺力上可能略遜於輕磅馬，故列為第4選。潛伏冷門9號信心星，方嘉柏經常喺杯賽日有驚喜，雖然9檔稍差，
但若早段步速因1號、2號互燒而變快，呢匹輕磅馬喺末段嘅追勁不容忽視。近6仗曾贏馬證明狀態正勇，係4重彩嘅最佳冷腳。第8場第4班1400米，第1名2號男神，系統模擬顯示布文若能將其置於2踏第5到6位，利用私家3跑道嘅外碟衝刺優勢，末段爆發力最強。第2名1號戀愛狂，一檔保證咗佢能夠守喺 box seat， 只要直路唔塞車，佢係連贏最穩嘅一腳。第3名4號實力家，7檔可進可退，近績336-795，雖然未勝，但潘頓肯騎必有原因，系統判定其為位置鐵膽，贏面稍遜於前2名，但係入圍率極高。第4名10號君達德，2檔配合121磅輕磅，丁冠豪護級深切，此區有一定前速，貼欄領放或者守好位，有權偷襲一席位置。潛伏冷門14號果然僥倖，副磅僅115磅，且抽得3檔，呢個完全符合模型潛伏冷門嘅定義。雖然評分僅40分，但係輕磅加好檔，喺私家3跑道隨時能跑出超水準，係4重彩必拖嘅冷腳。第9場第3班1000米，第1名14號輕馳千里，出閘後可順勢貼向睇台邊欄，沿途因無遮擋而風阻稍大，但路面摩擦係數最低，衝刺效率最高。第2名2號郭千金，雖然檔位不及14號，但馬匹質素極高，且潘頓喺直路賽嘅彈性控制力能彌補檔位劣勢，系統視其為最穩 Q 腳。第3名5號怡傲錢莊，直路賽嘅14檔往往能讓一匹普通馬跑出超水準，模型將佢列為必須防守嘅盲門。一旦佢具備基本前速，單靠檔位已足夠跑入3甲。第4名1號英雄豪傑，班底最高78分，最佳時間56秒07，全場第2快。雖然減磅後仍負135磅頂磅，喺講求爆發力嘅1000米係極大負擔，加上6檔較差，故只列作配腳。潛伏冷門6號精彩福星，雖然近績一般，但係其最佳時間55秒33係全場最快，呢證明佢曾喺同程爆發出驚人速度。今仗排外檔，若能重拾70%水準，配合外欄跑道偏差，極有機會以大冷門身份殺入重圍。第10場第3班1600米，第1名3號一生好彩，根據系統紀錄，其最佳時間比同場次快對手接近1秒以上，呢個喺3班賽事中係超級跑車 VS 房車嘅差距。第2名5號千帆區潘頓加蘇偉賢，上仗跑第2，證明狀態已到位。系統模擬顯示佢有好大機會跟喺3號之後直路展開追趕，佢係 Q 嘅最穩配腳。第3名9號高志高，副磅124磅，比3號馬輕9磅。若3號馬喺直路受阻，呢匹一檔馬係唯一嘅內欄替補方案。廖康銘雙龍出海，呢匹可能係掩護，亦可能係後備殺手。第4名11號靈燈，6檔起步，希威森策騎沈集成馬房，近績4-3穩定上名，副磅輕122磅，係標標準準嘅位置馬。潛伏冷門10號安都，雖然今仗10檔較差，可能導致賠率冷落，預計10到15倍，但賽程馬進步幅度難以估量。若賽事步速偏快，佢喺直路嘅外碟衝刺力足以殺入3甲。最後而家先同大家拜個早年，祝大家龍馬精神身壯健，鵬程萬里運亨通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用，記得訂閱頻道，歡迎喺留言區留言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